今日煲蓮藕豬骨湯，將啲蓮藕批皮洗乾淨，然後將佢切成一段一段。切咗啲蓮藕之後，加2茶匙鹽，將佢揦一揦佢，擺埋一邊，靜待10幾分鐘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將啲豬骨凍水入鍋，飛一飛水，大約煮5分鐘左右。等啲污糟嘢出咗嚟之後，將啲豬骨洗乾淨。呢個時候，啲蓮藕都醃咗一陣間啦，可以開始煲啦。加入2片薑，炒一炒啲豬骨，煎到兩邊有少少金黃色啦，加入熱水，一定要預先煲定一啲水啊。先用大火煲一陣間，咁樣炒過啲豬骨嚟到煲湯，啲湯特別香，特別白㗎。煲大約5分鐘，啲湯開始轉白色啦，就將佢過入湯煲裏面，然後加入啲蓮藕。如果鍾意章魚嘅香味，可以加埋入去一齊煲㗎。先用大火煲滾佢，然後轉慢火煲佢1個鐘頭。煲好啦，啲湯幾白，用鹽嚟到調味，咁就可以飲㗎啦。